OK，上到嚟見到有教育中心、11360、包店先生、藥房、KFC、美心、功夫茶、娛樂、雅信屋、中醫、大快活。麥當勞開咗幾大個啊！呢一間賣零食啦，眼鏡鋪呢間做美容嘅，翠河茶餐廳、藥房醫務所、萬寧、日本城郵政局，呢度有酒樓嘅，呢啲有自提點、入樽機。媽媽 Baby 娛樂粉呢度賣剪頭髮嘅公仔、洗衣鋪、阿波羅賣，然後又係剪頭髮嘅。百佳留咗多間另一間髮型屋。